嗱，我首先讀一段嘢啊，各位肅靜。我讀一段嘢先，個咪冇喎，就28，有冇？有，我讀一段嘢啊！嗱，大家唔好小安無躁。中華蘇維埃政權以承認中國境內少數民族的民族自決權為目的，承認各小民族有同中國脫離、自己成立獨立的國家的權利。蒙古、回、藏、苗、黎、高麗人等凡是居住在中國的地域，他們有完全自決權。加入或脫離中國蘇維埃聯邦，或建立獨立的自治區域。中國蘇維埃政權在現在要努力幫助這些弱小民族脫離帝國主義國民黨軍閥。叭叭聲。嗱，呢個呢，各位係咪死罪嚟㗎？1934年1月，有一個國家叫做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嘅憲法大綱第14條喎，即係中共啊！佢不單止顛覆呢個國民黨政權喎，因為嗰陣時個中華民國㗎嘛，佢而家整咗叫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仲頒布憲法大綱咧，就講呢扎嘢。呢扎嘢夠唔夠啊？戴耀廷講嗰啲咁厲害冇嘅，當然。喂，阿哥，你就走去顛覆中華民國就得嘅，因為中華民國係國民黨一黨專政啊嘛。咁你中華人民共和國由中國共產黨專政，點解唔顛覆得嘅咧？係咪？喂，阿哥，有歷史㗎。喂，呢個梁生，立法會嗱，梁生，我哋所以講就係國家嘅嘢咧，就成日變嘅。阿聶德權，我而家請求你查一查你哋喺司局級官員裏邊有幾多個裸官，呢個就係國情嚟嘅。